今日條片係受到我呢位猴子朋友啟發嘅，佢唔想食碗入邊嗰啲嘅。呢個又係我另一個朋友，另一隻馬騮兄弟，佢都唔中意食嗰條腸，其實係有原因嘅。自從中國疫情封城之後，有冇新嘅出現嚟？就係喺食品行業度發生緊嘅事。呢啲叫做預製菜，基本上係已經煮咗8至9成嘅菜式，會俾外賣同埋甚至餐廳用咁上菜。佢哋只需1分鐘即可加熱。但係呢度有個缺嘅，呢啲袋裡面嘅嘢可以保存1年以上嘅。而且馬騮嘅兄弟咧並唔係唯一唔敢食人哋端上嚟嘅食物嘅動物。呢個係一隻流浪狗，連外賣剩低嘅食物都唔想要。呢個係因為食物本質上係用微波爐製作嘅，但卻係喺工廠裏邊生產嘅。佢含有大量防腐劑，絕對唔健康。我嘅天啊！但係今日條片主要係講中國有毒食物嘅整體趨勢，希望你睇到最後可以喺留言區等我為你加面，鐵衛冠軍。所以如果你真係嚟到片尾，記得佢留言話我知。開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個頻道，記得快啲訂閱，因為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呢啲內容。而家又到咗年尾，美國都快到報稅季節。如果你想支持我哋頻道，可以考慮為 China Insider 捐款，仲可以扣稅嘅。我哋同一間好正嘅非牟利機構合作，可以睇下說明欄入邊嘅連結。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多謝所有已經捐款支持我哋頻道嘅朋友。我諗你幻想下自己，你行入一間叫做帝源中菜喺中餐廳。好啦，其實個名係我亂嚟嘅，不過如果你上網揾下，咁美國應該真係揾到有呢間餐廳。等我同你講下個流程，由食材來源到你坐低食飯嗰張台。首先我哋講下廚房後邊嗰邊好唔好？你有個洗碗嘅，佢哋就係咁樣處理咗碗碟。冇錯，嗰個就係用嚟裝你食物嘅碗。而家你見到街頭小食，甚至出街食飯，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一部分。我覺得因為大家生活咁忙，加上中國街頭小食真係好容易揾到，所以好多人一日3餐都會喺屋企以外解決，呢個好普遍。但係喺美國，你就可以自己攞埋咩食材，食咩嘢，控制大體。佢其實已經有好大分別啦，即係話其實喺中國出街食飯，你真係要信得過廚師同餐廳唔會整到你中毒。不如我哋試下代入中國人嘅角度睇下，咁係咪即係所有嘢都係假或者唔好嘅？我哋就由最輕微嘅問題講起啦，就係啲醬料同埋油。佢假設我哋食中菜一定要有豉油啦，咁我哋就試下去街邊揾咗手工傳統配方嘅豉油，點知原來都係用普通豉油倒入樽度賣。咁你都要用煮食油㗎嘛，係咪先？咁呢，我哋而家喺度可以睇到，有一家非常地道嘅攤位檔口，正在現場售賣嗰種新鮮壓榨出嚟嘅純正花生油。照理嚟講，呢啲嘢按常理推斷，應該都唔係咁可能會係假㗎吧？唔通唔係咩？我當時心裏邊確實係咁深信不疑嘅，可誰又能夠諗到，最後嘅事實真相竟然會咁出人意料？原來其實呢，佢哋真係全部都可以係假嘅。我買咗返嚟之後就慢慢地加熱過㗎。而家我正準備諗住用嚟煮嘢食，我聞到一陣好大嘅味道，我都唔知嗰陣味係咩嘅，真係臭到飛起。我哋仲未講到地溝油添。老實講，
呢啲都算係比較好啲啦。我知好核突，但同我哋下一步要講嘅嘢比，呢啲都算好。假設個廚師晚餐想整咗海鮮上菜，咁我哋就去買啲蟹返嚟。呢個女人將佢好似橙色蟹膏咁嘅打針入去支蟹度，佢哋仲會用一種化學品去漂白支蟹底，令到佢變白咗，佢就可以賣貴咗。你一定要有蔥啦，知唔知？要整蔥油噶嘛？原來佢中國蔥油會變咗嗰隻色，其實唔應該係咁嘅。我都炒過蔥油，根本唔會變到佢熒光綠色嘅。我哋都唔可以唔記得最重要嘅蛋白質。有間鋪叫楊國福，佢哋賣一種叫麻辣燙佢嘅食，呢種食法喺中國好受歡迎，其實有啲似火鍋嘅。點知原來佢哋喺餐廳喺湯入邊揾到活生生嘅蛆。呢張相就係講緊喺中國大陸發生嘅其中一單個案，跟住佢哋喺日本其中一間分店又有另一單報告。根據日本楊國福嘅 Twitter X 專頁，佢哋嘅標語就係我哋精心挑選最天然嘅食材，帶俾你最好嘅味道。佢講都合理嘅，因為蛆都算係天然又有味道嘅來源。好啦，我哋仲係講緊蛋白質，呢個就係呢位人士喺網上直播買翻佢嘅假牛肉。係啦，我知佢直播主倒買肉聽落都幾無攬頭，但中國而家嘅人就係咁樣買嘅。佢將牛肉焯水之後，雞肉一夾就爛晒。牛肉本身唔應該咁樣嘅，特別係你焯完水之後，除非你買到 A5 同埋牛，否則只係焯水嘅話，雞肉應該會有啲冇口。不如試下豬肉。好啦，呢啲都幾差下，不如我哋去睇下其他街邊檔啦。呢度又俾人呃嘅。呢位女士呢，基本上呢就係用同一個價錢喺中國以每磅或者每公斤計賣少咗嘅貨俾你，即係話你以為買到同樣重量，其實實際上少咗，但係你又俾多啲錢。而家我哋講下蔬菜啦。喺原來喺呢條片入邊，有人話係因為佢哋用咗一種叫做波爾多液嘅嘢，所以喺紫外光燈底下，大部分辣椒都會變成呢種熒光藍色。但我又唔係完全信得晒，因為咁啦，雖然條片係咁講，個女人之後用醋同埋梳打粉分開煲過，都洗唔甩嘅顏色，我真係唔敢信中國嘅農民真係會用到正宗嘅波爾多液。順帶一提，其實呢種混合液本身係一種殺菌劑，用嚟殺佢真菌，但你食落肚又點會健康啫？其實全部都好衰。講真，其實好簡單啫。你喺中國食咗所有嘢，幾多都係有啲毒，有啲假，或者兩樣都有，甚至係污糟邋遢。其實如果你去過中國，好常見會食完嘅肚痛或者食物中毒。我識有啲中國人喺外國住咗好多年，返去中國都一樣會食到唔舒服。所以中國人先會有個花名叫鐵胃，因為咧真係食慣咗中國嘅之後咧，咩都頂得順。好啦，啱啱講嗰啲都只係新鮮嘅啫，係咪？不如我哋講下調味品同埋碳水化合物啦。好似雞菜嗰啲又點呢？呢間公司就係咁樣處理咗佢哋嘅菜。你要將啲香料同啲菜喺地下度撈埋一齊。至於碳水化合物呢，呢條片入邊見到嘅假飯睇落去反而似麥皮或者納豆多過真飯，而呢個仲誇張，佢拉起咗好似橡筋咁彈。我諗起，因為我見過一條片，我俾你睇下，講緊一架二手 BMW， 佢個車頭蓋竟然係用拉麵修補咗。中國嘅拉麵係咪已經去到工業級數嘅？都唔出奇啦，因為全部都係化學世界嚟嘅。我而家都係講笑啫，
因為成個預製菜都已經變咗中國嘅一個 meme。呢段視頻係一部短紀錄片，佢模仿咗中國官方媒體製作嘅一部非常著名嘅紀錄片《中國的味道》，就連旁白等等都做得非常精美。但係呢個呢，其實係對嗰種風格嘅戲仿。請睇呢個唔係玉器，佢唔練手，太扮啦！我感覺呢個同微博上嘅唔同，真係正嘅。解鎖係製作玉器嘅關鍵，搬運方法包括用大碗搬運、用小碗搬運以及用碗搬運。最奢華嘅搬運方式係用微波爐加熱。移動方式唔同，再加嘅話，最重要嘅就係烹飪美味嘅食物。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真係好中意你，我一定會去你屋企，我真係好中意你，我真係好中意你。1分鐘之後，雞湯靜靜雞滾緊，每個老闆包裝咗急凍椰菜都會變得好香。肉呢一刻就好似翻落地嘅萬物復甦。佢講翻呢，其實睇落預製菜某程度上都算係比較健康。咁而家就到你啦，你就係個客人。而家你俾人催住坐低，個侍應仲好咗禮貌咁叫你快啲落單。如果你由你落單嗰刻開始計時，好似佢一打單開始計60秒，佢餸就已經上台嘅話，好大機會你食緊嘅加嘅防腐劑嘅預製菜。如果要等耐啲，佢恭喜你，呢個中廚真係即場幫你煮緊餸。去到呢一刻，你可能會咁，不如我唔好睇中餐廳食嘢啦。有時你都知，味道同肚餓會戰勝理智，你都會忍唔住想食啲中餐，呢啲都係無可避免嘅，係咪？但假設你食完晚飯之後想食咗小食，可能你會咁臭豆腐。係啊，咁中國真係好多人中意食臭豆腐㗎。不過睇完呢條片之後，可能你就唔會再睇啦。呢個人就係咁樣裝緊嘅，冇用偽裝臭豆腐嘅桶，竟然係用公眾洗手盆下面條水管嗰部分偽裝水。係啊，就係你去完廁所洗手，喺人喺嗰度洗手、吐口水、嘔吐，佢都落去嗰條水管嗰度。佢就係用嗰個位冇裝水，所以基本上喺中國你開間餐廳或者外賣檔，最少只需要2個人同埋一部微波爐或者一煲滾水就搞掂。喺中國真係幾誇張，你可以完全跳過去餐廳食飯嘅原因，即係有廚師親自煮嘅食。而家啲人就會話喺麥當勞或者 Wendy's 都係咁嘅啦。我冇喺麥當勞工作過，我曾喺冰雪皇后 Dairy Queen 工作過。係㗎，佢哋用微波爐，但佢哋至少仲係會用冷凍食材嚟烹飪肉餅之類嘅嘢。或者我曾經喺一啲餐廳工作過，你知道預先準備菜倉嘅某啲部分係可以嘅。將米飯分裝好，將肉分裝好，將佢胸肉之類嘅嘢壓扁係嘛？或者做醬汁，然之後將佢哋結合起嚟，咁樣冇問題。但係所有嘢都係新鮮做嘅，唔係從包裝袋攞出嚟嘅。但你知唔知點？有時佢哋會試下分散你注意力，等你唔覺。喂，起碼而家有個女仔坐喺個大火鍋入邊幫你打邊爐啦。咁即係呢間餐廳一定好正啦，係咪先？定係你不如實際咁查下呢個鍋究竟有冇洗乾淨先？我就唔太中意，除咗手之外，其他皮膚嚟近我食咗嘅地方，始終手係冇辦法避免嘅，你都要用手拎佢噶嘛。所以呢樣嘢對我嚟講真係冇咩吸引力。好啦，如果你攞到條片尾，恭喜你，你而家可以拍下自己膊頭，自稱為鐵胃，至少視覺上係啦。不過可能會令你一陣都唔想食中餐，我唔知，但我只係陳述事實。係嘅，非常感謝你觀看本視頻。如果你睇到咗呢度，請喺評論區話俾我聽。仲有，請訂閱頻道並點讚呢個視頻。非常感謝你今日嘅觀看。